其實你喺香港嘅媒體啊，多數都係可以睇到大篇幅各樣嘅媒體，世界所有嘅媒體喺香港都可以睇到，都係批評政府啊，鬧政府嘅。咁你坐響西方嗰啲媒體人話香港冇言論自由，有乜可能？我都睇到你響香港鬧，你坐響西方，你鬧香港政府啊咁啲，我都睇到。點會香港冇言論自由呢？咁你自己生活響西方，你嘅生活質量、你嘅醫療、社會福利、你嘅教育啊，係咪比香港好？所以如果係比香港好嘅話，冇問題嘅。咁你即係大家坦白講啊，係咪你喺西方享受到嗰啲嘢都比香港好？你喺西方可以你嗰啲創業嘅機會啊，你嘅就業機會啊、創業機會啊、你嘅投資機會都比香港好，所以你可以鬧香港冇言論自由。大家都生活喺西方，大家唔知道喺西方我哋香港人嘅華人嘅生活質量咩？你攞埋大把錢從香港啊，賺到大把錢去外國花，我冇人話你肯定你喺邊度生活都好啊。但係你鬧香港冇言論自由，呢個冇根據，因為睇得到嘅香港啊，鋪天蓋地嘅都係你哋坐喺西方鬧香港嗰啲嘢。即係點解我會同你哋講？因為如果你係一個中立嘅媒體啊，你除咗鬧，你仲應該有好多建議嘅。唔係你哋叫香港人唔好去參加議院立法會嗰個投票選舉，咁你叫香港點樣民主發展啫？如果你想佢好，你肯定香港嘅唯一嘅道路就係而家都係民主制議會制，就係要多啲人去參加市民要積極參加民主生活，推選一啲有能力即係有質素嘅人，即係合格嘅人啦，負責任嘅人係咪正直嘅人嘅候選人，然後咧大家參與投票選舉去監督呢啲咁嘅候選人，咁先係香港唯一嘅出路。因為民主嘅壯大啊，係要從細細咁養，慢慢養大。咁你坐響西方鬧香港嗰啲媒體，叫香港市民唔好去投票，唔好參加民主生活，咁你係咩目的啫？